考题中常常会出现问你的喜好、想法，你会怎么做？遇到这一类题目，你要能够学会自我表达。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这类题目的回答方式。问你最喜欢的是什么？可以用这种简单的回答模式。我最好嘅，我最喜欢的，后面再接上问题问的类别，比如问的类别是最喜欢的书或运动等等，然后再接上係，我最好嘅係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二个是什么？要注意问题问你几项，如果问3项，就回答3项。再来教大家一个连接词한주，无论题目需要讲几项，한주都可以接在最后一个你讲的项目前面哦。比如这一题，强荣几句话讲出你最好嘅3項運動。套用回答模式後，我最好嘅问题中的类别是运动，所以可以这样回答：我最好嘅運動係打籃球、跳飛和踢腳球。回答的时间有20秒，可以在时限内加上一些辅助词，让分数高一点。比如加入平常时，答案变成平常时我最好嘅運動係打籃球、跳飛和踢腳球。我们再练习一题，強榮幾句話講出你最好識嘅3種句子。问题中的类别是最好識嘅句子。套用句型后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回答：我最好識嘅句子係葡萄、西瓜和香蕉。回答时间有20秒，我们可以再多加一句话：我最好識句子，我最好識嘅句子係葡萄、西瓜和香蕉。